来这只人熊受重伤来死亡，但是微波小组敢若派出着麻醉枪，那呢到底是食炸腊枪甲单丝呢？原来是第一批进入到厝内底的人员，有一个姓林的腊人，伊讲伊是六福村人员的授权才来开枪，也毋过六福村是透过声明来否认，伊讲无清楚腊人是由食来指派，嘛会对腊人提出着告诉。另外，桃园市农业局动保处的处长来回应讲，当下发现人熊的时阵，因为这个厝内底真暗，这个腊人就家己向前去照光，然后家己做一个射击的动作。讲现场农业局所有的同仁拢唔知影这支枪是腊枪是真枪。问题是这种的讲法，也是互社会大众真无谅解。还摸着它，还摸着它，没有，已经中了。不会动了啦。通知农业局人员，昨下晡3点25分拍麻醉枪，这只人熊拢未叮当，伤势真严重。有没有强一点的光？最后决战，没有，没有。要拍进前，农业局人员大声咧讲话，佫举枪上这只人熊，甲进前比较起来，人熊伫社区若对落人倒闭，即摆却是乖乖伫壁角双手就擒。原来已经有轻伤，官员却是安尼讲的。他就自己上去照，然后也自己去做了一个射击的一个动作。那当下我们同仁所有的人并不知道这一支枪是真枪实弹的枪。是什么人下令腊人动手的？原来农业局人员用麻醉枪已经是第2波，伫因进前就人先入去厝内，头一批人员包括姓林的腊人、动保处甲厝主阿嬷。这个姓林的腊人讲是经过绿福村的人员授权开枪，因为绿福村发声明讲专程配合桃园市农业局的安排甲指挥，听到枪声才入去，这只人熊密的所在，就对这个腊人提出法律的告诉。新竹县政府敢有指派腊人到现场？农业处冇回应。指派我们也不知道他带了哪些东西。他已经在狒的案发现场了。你说我们怎么授权？我们根本连见过都还没见过，连谈都还没谈。警方问过口供了，已经将这个案件移送地检署去侦办，来调查到底什么人应该负起这个责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